我敢无面临你嘛，着勇敢壮胆，毋通惊，毋通论，因为无论你去倒位，上主，你的上帝甲你同在。咱三甲来吟圣诗第196首，无行歹人道路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有缘徛地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是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，启文第29篇。我先来替大家来引，行为无通指责。这款人真有福气，听叹上主的教示。这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喙齿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
求你，互我无意外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下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煞到永远。同心来祈祷，至圣全能的上帝，阮为着你圣共同的体，当面巴克利纪念教会来祈祷，求你予伊伫你面前，该天建成一心亲近你，佮服侍你的话的牧者，会忠诚伫因生活甲教导，认真牧养你的圣会，就是迄个用你所疼的囝的保护所属的。阮为着长老甲即时的服侍来祈祷，同心建造即间100年的教会。今年是大礼拜堂建堂100周年，透过历代的圣徒甲士阮，活出信仰的见证，将福音传互未捌你的人，互救恩进入因的心内，得到对你来永远的把助甲福气。求你伫阮软弱的路途中，互阮得到坚强；伫阮困难中引带阮，陪阮危险中拯救阮。我靠你的圣恩补助阮一切的欠缺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献歌队来学乐。
咱三甲来共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3章14节到15节。上帝对摩西讲：“我是自有应有的，伊着甲以色列人讲：自有应有的派我来恁遮。”上帝阁甲摩西讲：“伊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：上主，恁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派我来恁遮。即个永远是我的名，世世代代做我的称呼。”今仔日陈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告别。大家平安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万关灵疼痛的阿爸爸，他伫敬拜的时间所在，阮入伫圣殿，要亲近你施恩的宝座，愿圣神感动阮，充满阮，互阮即时甲你亲近，愿你清去阮的心肝，愿你接纳阮切切信无疑的心，互阮拢得到造就甲采用，阳光归伫至高的天父，平安造就差遣，为主做见证，归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今日我的主题是告别。牧师娘听到这个主题真期待。咱大概真少咧讲告别吼，大人拢会较惊啦。连到囡仔定定的爸爸妈妈我爱你。咱即马吼，甲咱相并的人告别，你真好，我真疼你，来，装张咯。较紧甲你主啊告别者，哎，好，告别告白吼，的定义是较早的定义，一个查甫囡仔介意一个查某囡仔，提出勇气甲表示，这就是告别。即摆时代无共啊吼，男女平等，查某囡仔。嘛会使甲查甫囡仔告别。我去读台南神学院才知影吼，台南神学院的男生啦吼，查甫囡仔嘛真够甲查某囡仔品头论足，特别是新生入学的时阵，因拢会伫遐向上的吼，就宣布，这个我要对，你袂使甲我抢咧。牧师娘当时真羞耻，哦，因为看起来都水水啊，笑起来足古锥啦，哦，我就是去互伊笑容送着。重点是迄阵伊真瘦，真侪神学院遐兄弟吼，都宣布，足侪哦，拢讲我要对这个，我要对这个。我拢点点啊看，后来发现第一个发动对牧师娘的，是一个原住民的学生。原住民的男生吼，伫神学院我看起来，大家拢真缘投，但是这个吼真无缘投。所以我感觉我真救牧师娘，所以我就有一个机会啦吼，迫切祈祷。这个机会，我就较紧把握。这个时间地点，我一世人拢会记得。主后1978年11月26，礼拜日暗时8点20，地点伫中营中学的校园一个凉亭内底。我准备真久。我要去行行咧，迄阵甲伊较熟悉啊，伊讲要甲我去行，好，机会来啊！我将我对伊的爱慕提出勇气，甲讲出来。我就是讲，
牧师娘真着惊哦，目睭鼻啊足大对甲我看，然后伊足歹势，头壳一直压落，一直压落，安尼就是无反对。我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我家己嘛感动的时阵，牧师娘阵动手，伊撑伊的正手，甲我的倒手扭咧。迄阵啊，天地拢安静，我非常的感动。代志就安尼成啦。照圣经记载，旧约到新约上缘投的查某囡仔，就是创世纪的约瑟。中文和合本吼，用一句话甲描写足水哦。约瑟生做秀雅俊美、秀雅俊美，真清秀、真优雅、真英俊、真水。查甫囡仔互人讲真水哦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体格健壮、英俊潇洒，连身材嘛描写。白话字本安尼讲，约瑟真水，佮好生做，真水佮好生做，就是生甲真水，用水来形容一个查甫囡仔，可见伊足缘投吼。后来，伊的十个哥哥真怨妒伊啦，老爸都上疼即个吼，准甲修理，报老爸讲伊死啊，甲卖去埃及做奴才，伫中东甲埃及路途真远，咱看一个少年人偌惊吓。伊甲十个哥哥伫旷野饲养去甲探访，有伫甲送点心，竟然互掠起来白白的，甲卖掉。因老爸做一领彩色的衫互穿，敢若伊有，甲绑一寡羊仔血，摕转去骗老爸讲这无看修理，敢若去互豺狼野兽咬去啊！哦，雅各伊的老爸哦非常艰苦。袂去埃及，去互法老王的一个护卫长，咱白话是讲侍卫长、侍卫长啦吼，就是专门咧保护法老王的，这是真亲军的内臣啦，可能嘛是操大将军迄类的，甲买去做奴才，因为缘投啊。老实啊，看起来佫真有信用，一定定定咧祈祷。这个侍卫长叫做波提法，伊感觉这少年若将才吼，看伊的上帝甲伊同在哦，伊所做的拢顺利行通，愈看愈欣赏，甲厝内底大项细项拢交托互伊。真疼伊，即个奴才做甲那总管，创世纪安尼描写，波提法甲一切拢交托约瑟，除了伊家己食饭以外，剩的伊拢免动手，拢免烦恼。波提法的某伫创世纪内底无讲到伊的名。但是我甲大家报一个真好的消息，回教的《可兰经》还是讲《古兰经》内底吼，有讲到波提法因某的名。后来伫犹太教的遐个列比、遐老师的著作内底，嘛写着波提法因某的名。请咱看一张图。伫《古兰经》内底吼，有这祖莱卡，祖莱卡。伫犹太列比的经典内底，有这萨利卡，萨利卡。
关系自来客《古兰经》内底有一段真精彩的故事，讲有一摆自来客办宴席，邀请的几啊十个夫人人，拢是伊的闺蜜。大家伫因兜家己煮青草、料理、布置，无因甲留者试茶。因的妇女团契咧办宴席，迄阵约瑟阵行入来，大家看者阵眼气哦，大家拢停止讲话，停止动作，有人还咧切菜阵切着家己的手，有人正安尼笑，记者啊几啊阵发出来，哎哟，哪有这个害缘投啦？这毋是人，这是天使。自来卡甲因讲，吼。恁第一摆看到伊安尼，就嘿嘿叫，啊无就眼气。恁看我逐工拢看到伊呢，一工爱看几啊摆呢。恁叫我要如何是好？后来自来卡甲约瑟告别，伊告别真凶，伊甲约瑟救咧，甲伊讲：你来甲我困。约瑟惊者咧，险啊害去。创世时讲，迄个头家娘甲洗目尾啦，甲告别啊，真凶，爱真着惊，佮甲诱伊挣扎，甲伊讲头家娘啊，毋通安尼，我的主人对我遮好，我袂当违背伊，我嘛佮较袂当得罪我的神。伊愈讲自来卡愈有，伊顶衫阵互自来卡扭去啦。咱看即张图吼，伊检查阵汤目摕冲喙。东海大学有一个郑春安教授，捌来中大做过一任的校长。伊是两性关系专家，伊真爱讲这个故事。伊拢强调约瑟迄领衫脱互伊紧走，安尼上对。千万毋通回头去摕，果然叫走去。自来卡见笑长寿去，迄领衫摕咧甲因翁菩提法讲，你看，你去买到这个希伯来的奴才，对我安尼骹来手来，要甲我侮辱，我大声发，伊才走去。这领衫烫伫我遮，真歹心啦真冤枉。菩提法圣经讲，伊就受气，甲约瑟掠去关，无甲刣哦。我咧想。菩提法毋是简单的人物啦，伊真勇，嘛真有智慧，伊内心一定知啦，因某共诱啦，毋是少年的诱因某，伊无要刣约瑟，但是伊看起来嘛，原来有疼某，伊要安待某，就甲约瑟掠去关。这拢有上帝旨意。约瑟互关家，伊无论去到倒位，拢做一个模范者，信用真好，对人真好，真好斗阵，尊敬别人，也得到别人的尊敬，伊都人好。无偌久，迄个典狱长讲，这少年的真贤啊，真将才啊，所做拢顺利，伊的上帝甲伊同在啊，甲规个家业。凡人所有事务拢交互伊咧，大家拢信任伊。安尼，伊设赛一个酒政，就是专门咧个法老王停酒的，佮检查法老王饮料，看有叫人下毒无。伊得罪法老王，掠去关，做者怪梦。约瑟甲解梦，讲啊真有理。3工后，你对。官复原职啦，你就会当复职，你会得到赦免。迄时请你纪念我，
帮助我离开这个家业的苦难。伊出去欢喜啊，拢袂记咧。无偌久，法老王做2个怪梦，找遍全埃及外邦所有知识的人，无人会当解梦。究竟才是约瑟较紧甲法老王推荐，迄个约瑟真好解梦。法老王叫约瑟来，约瑟解说甲法老王真感动，心服口服啦吼。安尼你的上帝真正甲你同在。准竞选伊做埃及的宰相，一个希伯来人的奴才，正做埃及的宰相。这就是创世纪内底上界传奇的故事。这拢有上帝旨意，以后你爱过，爱认捌酒精推荐，伊才有机会见到法老王，才有机会做到宰相。照圣经记载，搁咱今仔日读的经节，上帝嘛定定咧甲咱告白呢。上帝定定咧甲咱告白。上帝甲雅各讲：“我是你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嘛是你的老爸以撒的上帝。因拢有听我的话，照我的教示去行。我真疼因，甲因赐福满满，你拢已经看见。雅各，你嘛爱听我的话，你嘛爱遵守我的教示，我嘛要甲你赐福满满。”后来上帝阁甲摩西讲，伊要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及摩西啊！我是你的列祖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因拢有听我的话，照我的教示去行。你嘛着听我的话，照我的教示去行。我要听你。祝福满满，亲像我对待你的列祖。我咧读主日学6年级的时阵，有一项代志，我拢一直会记哩。阮的主日学老师咧讲到这段，上帝呼召摩西，上帝甲摩西告别。我是你的列祖上帝，我嘛是你的上帝，我足听你。你有听我嘛？照我的教示去行。伊讲的吼，迄老师替我做例啦。伊讲我举一个例，譬如阿中啊，上帝若要甲你讲话，伊就讲阿中啊，我是你的阿公陈金本的上帝，嘛是你的爸爸陈瑞芳的上帝，嘛是你的上帝。你爱照我的教示去行，我要听你，祝福满满，互你。全班笑甲，我迄阵仔嘛足欢喜，足感动。这可能吼，嘛是正做我后来去读神学院的一个动力啊。上帝嘛定定爱甲人告别，上帝真爱甲咱博感情。伫圣经的头前，咱拄则有读。有记载着使徒行传吼，咱搁甲现毛尼西亚圣经，有记载使徒圣经啦，信仰个别，嘛好做圣经。咱圣经圣诗头前有个使徒圣经，有尼西亚圣经。咱来看一张资料，古早的天主教会吼。有3大圣经，第一使徒圣经，即照出现的历史排落来哦。第一个出现的使徒圣经，过来尼西亚圣经，过来阿他那修圣经。尼西亚圣经上大先出现，圣经就是信仰个别，这个就是咱所信的。上帝怎样疼咱，咱就怎样对疼人来表明咱疼上帝。
圣经咱爱背起来，爱照安尼去行，这就是咱上基本的、上重要的信仰。若有人甲咱讲，恁基督教到底是咧信啥？咧拜啥？那就用圣经甲回答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这就是咱所信的。圣经信仰个别真要紧。使徒圣经的由来是安尼，使徒行传有记载，主上天以后，伊的学生12使徒也集中伫耶路撒冷咧宣教，所传的对象嘛是拢犹太人。后来因拄着迫害，这个使徒就甲信仰的重点，大家讨论写做这篇使徒圣经，因为是使徒亲自教示的使徒圣经，渐渐形成。后来受迫害，使徒甲门徒，就是一般的信徒，大家四散。甲主的教示传到全犹太地，要传到普天的道理传开阔，这拢有上帝旨意。使徒圣经差不多伫主后100年左右，就安尼已经完成啦。基督教传道理吼，足拍拼。12使徒甲所有的信徒，拢拍死无退啦，愈受困迫，传了愈阔，愈侪人信主。当时有真侪希腊的哲学的学派，其中有真侪希腊哲学家吼，准加入基督教。因毋是要传耶稣的教示，因要传家己的哲学。因是知识分子，入去教会，无偌久就掌握权力。因前后发表文章，前后写册，因写几啊本吼，咱讲伪经啦，虚假的经典。因写彼得行传，写保罗行传，写多马福音，写足济，乌白讲，混乱道理。伊写甲讲耶稣是互彼得害死的，毋是犹太。乌白讲，乌白讲。当时吼，天主教廷渐渐形成啊啦。到主后325年，举行第一摆天主教大会，会中吼就制定尼西亚圣经。因迄摆开会吼。伫希腊一个城市，就是号做尼西亚，伫遐开第一摆天主教大会，制定尼西亚圣经，写甲内容搁较丰富，来补充使徒圣经。安尼吼，要护教，迄目的要保护家己的宗教，要对抗异端。遐希腊学派、希腊学者黑白讲、黑白传，咱来对付即种异端。第4世纪主后325年，尼西亚圣经制定完成公布。无偌久以后，第4世纪尾，佫出现阿他那修圣经。阿他那修是一个天主教的教父啦，就是天主教的学者，后来奉做圣人哦，这个人真出名。阿他那修圣经吼，补充甲搁较济啦，伤长。所以咱看咱的圣诗头前吼，敢若有迄个使徒圣经、尼西亚圣经。无爱牵
阿他那修圣经，因为无几个人背起。各位兄弟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，伫40当前，然后写圣经呢，信仰个别，每一个教派会当有家己的信仰个别。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嘛写伫放伫圣诗的头前，落长，内容真丰富，敢若一篇学生的作文。40年来，大概无几个人背起来，我嘛背袂起来，真长。所以圣诗，因为咱家己的信仰，有长老教会圣经，信仰个别，有使徒圣经，有尼西亚圣经，但是无爱阁放阿他那修圣经。恁若有兴趣，我会当 copy 互恁。拢总40条呢，倒长。各位兄弟，圣经遮尔重要，就是咱的信仰的个别，这拢是信仰的重点，要简单明了，好读好背，要定定读，要甲背起来。会当坚固咱家己的信仰，会当甲未信者讲起咱所信的是啥物？咱的上帝，咱的耶稣，咱的圣神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使徒圣经，这圣经，这信仰个别。坚固咱家己的信仰，可以当传福音。最后，咱阁用使徒圣经做咱的祈祷，咱做伙来看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各活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咱三个来吟圣诗第577首，求主带我甲你同行。今日是本会文理团队事工的报告，咱请林昂明尊即书。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当互咱主持伫遮，
今仔日是本会文字传道事工奉献主日，我代表传道部来分享咱教会所做的文字事工。伫1993年，家庭团契开始文字传道的事工，后来王明仁牧师将活动改成做全教会性的活动，将文字传道规划伫传道部内面。感谢大家支持教会文字传道事工。现在文字传道由萧林奎老师用福音小册伫每一届的课场，也是讲园，甲有活动的所在，拢有分享咱遮的福音小册。遮个小册伫教会1楼大厅甲礼拜堂后面拢会当摕到，欢迎大家来使用遮个小册来传福音。佮有文字传道的奉献甲支出，拢有记载伫学会手册82页。感谢传道部的同工，甲咱教会兄弟姊妹伫文字传道的事工付出甲代祷。愿主赐福在座的每一位，感谢。这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请坐。是咱来报告。即礼拜查经班是拜三个啊，要查的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2章，请大家兄弟当拜三夜8点来到教会咖啡屋。本主日是本会文理传道奉献主日，头拄林洪明俊执事已经代替咱报告，请大家
来关心这项事工大讨甲奉献。第二点，6月28日后主日要举行咱本会建堂100年联合庆祝礼拜。那第一堂礼拜甲第二堂礼拜拢是上午的9点开始礼拜。第三，要庆祝本会大礼拜堂建堂100年，咱今仔日下晡2点40活动，咱请戴丽文长老来报告。各位兄弟平安，咱真欢喜吼，咱东门教会即个教堂今年是建堂100档，咱对即个月开始已经有连续，伫咱101有展览吼，咱的历史小组有帮咱制作足精彩、足丰富的相片，放伫101展场，对6月到7月吼，拢会继续展览，这是第一项吼。今仔日下晡就是即场音乐会吼，本来已经搭伫迄个咱的教育大楼，今仔下晡是即场叫做聆听为声的音乐会，即5位老师呢是台北的老师，过来是我的朋友吼，台北师大的教授，佮有台北市交吼，足侪精彩，佮演奏足好的音乐家。因的名叫做聆听为声吼，因即5个音乐家拢是基督徒，所以因号即个名呢是要伫音乐的微声当中，咱会当听到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其实真感谢因啦吼，因有得到可成科技的赞助，所以伊伫台北的教会，伫咱台南吼，拄好咱伫有100档的庆祝，我讲真正邀请因来咱教会，今仔下晡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啉赏。今仔下晡的2点吼，这是即礼拜的活动，搁来我继续搁讲咱后礼拜的活动。后礼拜就是咱6月28，咱真正建堂100档的庆祝。咱透早9点是联合的礼拜，所以会知影嘛会有迄个。退休阮着牧师邀请退休牧者的夫妇的团契吼，因做伙要来献诗，阮生活队嘛会伫当中做伙来献诗吼。今仔后礼拜下晡3点的时阵，会是咱建堂100档的上精彩的一个音乐会。咱教会所有的团契，有青少年，有儿童，有圣歌队，有妇女团契，有守中团、帮中团，拢会参加伫内底。上重要呢，有一项神秘的礼物，可是今仔已经摕来吼，我手内底，咱真感谢历史小组吼，真感谢教育小组帮咱制作。你看起来是安尼吼，其实伊展开吼，是一个茶足水的茶吼，因足用心吼，对几个月前因就开始计划，这设计咱即个礼拜堂的一个符号，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，发送互咱。迄日下晡有来的人较有吼，你无来就摕袂到。有2种颜色，伊收起来像安尼细细一个，展开呢就是即个大茶吼，非常非常欢迎咱所有东门的人拢做伙来庆祝咱即个。非常无简单，建堂100周年，即个教堂建堂100周年的即个纪念，这建堂伫旧约圣经内底，耶稣就有安尼写讲，伊建即个堂呢是主动要享受咱一个所在，互伊甲咱做伙，伊会当互咱知影伊的心意，要甲咱做伙。建堂呢是伫出埃及有讲。恁着为我建造即个圣所，互我通住伫恁的中间。即个堂建好了后呢，上帝的阳光会充满伫中间，伊的权柄会甲咱同在。真欢喜，真欢喜！全台湾可能无几间有通建堂100档的教会吼。咱后礼拜真正用上欢喜，即礼拜后礼拜用上欢喜的心情来做伙庆祝咱建堂100档。多谢。
第六点就是7月到9月的新生工，我逐间已经送到，请兄弟当到办公室前的自由领区。第8点，本会刘幼玲姊妹甲将伊的未婚夫，即外国人，要订立咱6月27日，就是本周六下晡2点，伫大礼拜堂举行结婚礼拜，愿上帝祝福新的家庭。咱请咱牧师来介绍，今仔有第一道来咱教会的新的朋友。有第一道来，咱甲欢迎。咱来读本周的经句。我先来读一摆。大家请到我最后来读第二摆。这个事你拢已经听了，结尾来讲，着敬畏上帝，谨慎守伊的诫命，这是做人应尽的本分。传道书12章13节，咱做伙来读一摆。来，这个事你拢已经听了，结尾来讲，着敬畏上帝，谨慎守伊的诫命，这是做人应尽的本分。传道书12章13节。敬畏上，人应尽的本分。对，伊是守伊的诫命，这是做人应尽的本分。传道书12章13节。最后来吟上用的诗歌，圣诗第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有时候请牧师来作导，请起来吟。愿天父上帝的听，基督的救恩，圣神的帮助带领，到每一个兄弟姊妹、三甲弟弟，对这事到永远无煞。阿免。阿免。请坐倒避位。